请题目师来分享信息，咱就一齐敬拜耶和华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的宝贝上帝，阮感谢伫主日，阮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今仔日伫迦南教会，要用圣乐主日，就是用诗歌要三角来分享主你的听，以及阮人的责任伫咧，当恳求主你的灵，甲阮三个做伙，互阮存着谦卑敬虔的心来领受。也阮对这歌词中间，毋若用唱的，还是用读的，拢用深深来感动，来提正做阮的提醒。阮来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柯博士，各位长职以及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甲台北的即个圣乐团三甲伫即所在，要来敬拜上帝。因要用诗歌的方式。伫遐将诗篇第95篇，会当伫遐用诗歌来诠释，即个主题就是咱着一齐来敬拜耶和华。伫即所在，我上个伫读拄仔咱的树立迄个团长苏清长老，伊所读的是咱看即云雾顶头迄个部分，是咱一向一直咧读的就是叫做巴克勒的即个台语。中迄个所在是圣经公会已经有翻译好的。现代台语虽然即马旧约搁咧翻译，但是新约诗篇甲经言已经好啊。嘛真欢喜，咱教会庆祝释教50周年的时阵，咱已经用即本圣经，伫我手头摕即本圣经，要做迄天的即个礼物伫咧吼，才会当讲咱50周年。即个是用现代的即个台语伫遐来翻译，一寡用词改调去，一寡只音毋当较。适合咱目前咧所用的台语，所以伫即个所在，我要甲咱诗篇95篇，我用现代台语来个读一遍。下骹迄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，和合本已经是出版是伫1919年1919，到个4年以后，就是有100年的即个已经要庆祝100年啊！所以中间经过遮尔久嘛，有一寡用词需要伫遐来改变。详细第二就是新的抄本。伫迄个所在发现，即个草本比咱以前用的即个和合本最基础的搁较早，所以伫迄个所在有真侪即个修改即个，迄个就是和修本和合本的修订版，有真侪教会已经开始使用啊吼。望咱不管用台语还是用和修本，拢当伫即个圣经公会所做即新的即个版本中间，让三个来看，咱会当看咱家己所。一向用咧用的吼，我来读现代台语的部分哦。直接讲，来咱就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，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就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，伊统合对极深的所在。极悬的山峰，嘛伫伊手内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伊嘛亲手创造陆地。来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今仔日，恁应该着听伊的话。恁毋通疑心，亲像伫米利巴的时，亲像伫旷野的玛撒迄一日。迄时，因的祖先考验我，虽然因有看到我的作为，也有试探我。40年久，我讨厌迄世代的人，我讲因是心神无定的子民。因毋捌我的道路，所以我伫受气中立誓讲，因绝对袂通进入我的土地安息。拢总有即个在所在。可能伫拄仔咧读中间，咱会看见有一句话，就是即个上主。最近是即个咱的网络中间，是即个 LINE 中间，有人咧传一个信息讲。美国版的即个圣经，NIV， 这是真普遍的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是毋是诚做一个敌基督的圣经？
就是咧反对性基督的即个圣经啊，有举几个例子咧，包括讲伊的出版商已经换做另外一个出版商啊，迄个出版商有出足侪即个有关同性恋、同意同性恋的即个册子咧，所以时时已经去互即个伊的立场已经出版商立场已经改掉去啊。佮第二讲有65000几字无去啊，伫旧版的新版的即个 NIV 内底无去啊。所以伫遐呼吁讲恁若保有即个。恁若看到 NIV 先看恁这摕即个版本是新的还是旧的？若有旧的，就好好珍惜，甲伊保存起来。甚至佮讲到这无去中间，包括耶和华圣神啊，这一寡名拢无去，特别讲到耶和华即个名伫咧。引起即个真侪人对即个有一个疑问伫咧，甚至有人就敲电话来圣经讲到底是啥物代志？这时阵，阮有请迄个。伫圣经非常了解这专家翻译顾问，因就伫遐写一篇文章，伫迄所下伫阮的网络顶头，互大家知影。我伫遮简单讲一项就好，就是讲即个耶和华也是上主，甚至咱真久的人，咱讲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，那换做上主，有人甚至安尼感觉即个版本无好，阮要用的是要用耶和华即个版本伫咧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即个原因伫。头先就是讲原来。这希伯来文的圣经，敢若有子音尔，伊无母音伫咧，所以写的这耶和华上帝是写 YHWH。但是尾发现讲因犹太人因拢会晓读，伊看到字就知影讲母音爱倒倒一就落去读啊。但是尾因就讲安尼袂使，别人咧看因的时会看毋到去，所以伊就开始甲即个母音实在甲写起来。但是写着 YHWH， 伊毋敢写。因伫迄个所在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名，所以因伫遐看到伊的时，伊就伫遐读阿多奈。阿多奈意思是用我的主，看到 YHWH， 伊看是安尼，但是伊读阿多奈。读阿多奈的时阵，所以当初就认为讲对 ROI， 大概就是 YHWH 的母音，所以咱就创造一个叫做耶和华这个名出来。我一直到 A 安尼一直到去耶和华的名。其实这个耶和华的名是伫圣经中间已经。无即个名伫咧，新翻译的即个圣经拢已经知影即个名其实是咱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大部分拢已经无用耶和华名。即个名大部分的学者拢认为讲 YHWH 应该读做亚伟，亚伟才是即个正确的即个读音。那翻译的时要安怎？所以以后就翻译做上主。英文的时是个 LORD 四字拢用大写。那以前若看到 Lord， 若是头一 L 是大写，后壁三字小写，因就知影讲咱是咧讲上帝。这样要讲到伊的名的部分，就干脆 LORD Lord 拢总用大写，就代表以前咱认为的迄个耶和华这个名伫咧吼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要互咱大家知影讲，咱若无讲真清楚伫网络顶头咧传的，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吼。嘛无毋通有即种抗拒的即个声，还是用错误伫迄个所在来传哦。新的圣经大部分拢用上主，特别是现代中文译本，拢用上主，无用耶和华即个名伫咧吼。是所在，互咱知影即有关的即个部分。当然，今仔即个诗篇第95篇是即个一系列内底咧讲到上帝王权哦，伊的王权的系列内底的即个第一篇吼，拢总是95到99拢总是吼。伫即个所在，伊甲即个诗分做两大部分。第1节到第7节上落是咧敬拜宣调，甲即个回应。第7节后壁到11节后壁是咧先知性的即个劝勉伫咧吼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即个甚至伫宣调中间，伊嘛分做3个站子，愈来愈进步。因为伊要到伫圣殿的时是为外院入去内院，甲一直到即个圣所内底吼。所以伫即个第1节时是即祭司向即个会众伫遐宣调，是即个会众做要入去时，做迄动声所唱的即个部分咯。伫遐讲来啊，咱着唱歌阿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即保护者吼。第2节部分是即个会众已经进入到内院内底时，伫遐所唱的，伫遐讲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。第6节时，伫已经行到内院内底时，到即个圣所内底时，伫遐所唱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伊，咱来
跪拜创造咱的一上主。但是咱看去即个赞处，先互相来到的时阵，咱都要用什么心态伫咧所在，甚至包括咱的身躯嘛，都要用即个敬拜鞠躬的即个方式伫咧吼。啊，诗班啊是即敬拜者呢，因就做出即个回应伫咧吼。对不起。好，咱看第30节甲第50节，这就是敬拜上帝即个原因。伫迄个所在所讲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伊统合对极深的所在，伫极高的山峰，嘛伫伊手内吼。伊创造海洋、大海，属伊。伊嘛亲手创造陆地。到第7节时，伫遐讲到敬拜上帝即个原因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伫咧。所以咱这时阵，咱来模拟吼，牧师做即个祭司，伫迄个所来选调，然后咱用即个回应的方式伫遮吼。即个头前是我来谈吼，来啊，咱来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，咱来保护者，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就对伊唱欢喜的歌。来啊！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。伫即个圣经在中间啊，有讲到即个第79后壁段到11节，有讲到伫说先知因的即个劝诫，内底有即个两个名词，可能咱可能爱来了解一下。伊是毋望呼召大家来敬拜时，上时伫迄所在提醒伊，因为上帝伫过去的即个拯救中间，恁有即个经验伫咧，所以恁应该有的即个回应是啥物？来讲到两个所在，伫米利巴甲即个玛撒，这是出埃及第17章的第7节。伫迄个所在所讲，伊名迄个所在叫玛撒，佫叫做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计较。佫因为因赐耶和华，讲耶和华伫阮中间啊无，即依然是巴克的即个代句哦。以前佫是用即个耶和华伫咧，以后用做即个上主伫咧。咱看起即个，咱人着爱照着即个历史的事件，伫遐先知照着即历史的事件，伫遐考劝百姓，毋通疑心，毋通试探上帝吼。毋通心内伫迄真糊涂伫咧吼，所以咱伫遐来学习咧功课，就是讲，即个诗篇是对学乐甲劝勉两阶段伫遐来组成的吼。提醒咱敬拜毋是单单伫遐咧学乐，咱嘛包括伫遐来听上帝咱所要讲的话。咱看诗篇非常清楚，伫遐呼召大家来敬拜了的时阵，开始先知讲到，咱提醒咱应该要做即个代志。佮照着咱讲到即个救恩的历史中间，伫今仔日处境中间，咱来做应该有的即个回应伫咧吼。咱看即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11节，即用现代中文译本所写，因所拄着遮个代志，通做别人的境界，佮记录落来，通境界咱遮个活伫末世的人。头前所发生的代志，要诚侪咱逐人的即个帮衬。最后的结果是伫即个希伯来书第7章第7节到11节，伊拄仔引用着诗篇95篇第7节后壁段到11节，伊结论伫第4章第1节伫遐讲，所以咱着努力尽力即个安息，才免有人亲像遐个无顺服的人滑倒失败。伫迄所在要毋望咱即咧看的人，拢当坚持咱的信仰，努力会当尽力到上帝的即个安息。即就是咱今仔日应该看到即个诗篇有的即个回应伫。即个诗篇中间，伊嘛有学乐，啊嘛有唱欢喜的歌，第2节所讲的。但是伊嘛有伫咧鞠躬敬拜，甲伫遐咧跪拜，
所以即种两种，不管伊倒一种方式，或者敬拜相时存在，这是拢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咱可能伫敬拜中间有人讲，我无爱迄种真爱大声的，还是讲咱应该安静。其实咱的上帝是丰丰富富的上帝，伊包容所有你心内真正要敬拜伊的，伊拢总非常的欢喜，伫遐来接纳吼。俄罗毋是为着要制造即个气氛，毋是单单一种真感性的尔，伊嘛是真理性的。像第3节、到第5节、到第7节后壁安尼讲，爱知影俄罗的即个原因是甚物。所以今仔日咱台北的圣乐团，因要用到即个诗班，会用即个孟德尔颂，伊所做95首诗篇95首，伫迄个所在要来用即个唱的方式，将即个诗篇第95篇甲诠释起来吼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我简单来介绍咱即个孟德尔颂伊的即个代志吼。孟德尔颂伊是一个德国的音乐家吼，1809年到1847年吼，年岁无真久吼。伊伫即个1809年出世伫即个德国吼，伊的老爸是一个银行家，伊的妈妈是伊的家境非常的好吼，所以自细汉就开始来学即个音乐吼，专心用音乐来做伊的即个职业伫咧吼。因的厝里人，逐个人已经受说伫咧吼。然后伊对巴哈的即个音乐吼，伊非常的即个推广吼，嘛是因为伊的关系吼。伫迄个所在，真侪人反对时，但是伊伫遐努力，伫遐个指挥即个巴哈所做即个马太受难曲吼。所以因为即边的演出的时，大家开始对巴哈音乐伫遐非常注重伫吼，对现代的即个音乐文化有真大影响伫。伊的著作内底包括有遮侪吼，包括今仔咱所唱的诗篇95篇，嘛是其中一个吼。今仔台北圣乐团今仔要所唱的吼，拢总有5个乐章吼。第一个乐章所吟的是伫第1节，来啊，咱就一齐敬拜耶和华。引用的方式呢，咱只要简单来介绍咱的曲目吼，伊是4拍子吼。然后前奏的时阵，得让表明这整规曲的即个主题哦，就是咱就一齐同心敬拜耶和华吼，伊旋律非常水滴的。然后有一个男高音的独唱吼。把这个主题给显明出来，后壁有齐头式的合唱，佮将这个主题搁较伫迄个真规律的演奏节奏中间，甲伊显明出来。最后用男高音带领伫迄个用合唱出来吼，这是伊的歌词。
第二乐章是伫诗篇第95篇的第2节到第3节。第2节、第3节安尼讲，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。这个部分引用64拍子伫这个所在是用女高音的独唱。伫遐来唱出伊的主题，就是着来俄乐，最开始来即宣告意义伫咧，然后进入快板的即个合唱，佮对男高音唱出第二个主题，最后一段用反复轮替出现的方式，用这种来呈现伫咧。
第三乐章是要用鹿的即个二重唱吼。但是诗篇第95篇的第4节，伫遐安尼讲：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，极悬的山峰嘛，伫伊手内。伊的主题就是伫伊手中。这是用4/4拍子，里面用女高音的二重唱，就是即个女第一高音会带出讲对地深的所在到山峰、山岭拢属伊的即个主题。第二女高音佮用同款的即个音型伫迄个所在来回应吼。两部的即个旋律交错，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绵长、优美即个乐句会让歌颂咱造物主的即个伟大。咱看这是伊的歌词。
刷落伊要唱第4乐章甲第5乐章要念做伙。第4乐章就是诗篇第95篇第50到第7节的即个后壁段。伫迄个所在安尼讲，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，伊嘛亲手创造陆地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即个主名。第4章是咧主题是要讲海洋属于伊。然后这是用44拍子，用男低音先来唱出，然后佮用男高音，所以用5度的音程，伊个所在来模仿这个主题。女高音、女低音，像是用安尼来进入，最后用男高音来这个独唱。刷落去已经到第五乐章的时阵，是咧讲到第7节到这个11节，后壁段到第11节，才伫遐讲，今仔日若听伊的呼声，伫所在用的方式是。38拍子，然后进入到伫即个诗人伫遐咧劝勉世间人，咱应该听上帝即个话语，带出用男高音来独唱时，然后再女高音、男高音、女低音、女高音的合唱的方式来回应即个主旋律，然后佮用男高音、男低音合唱的方式来做即个主题佮来呈现，佮来用即个反复的方式。望来让提醒咱逐人，最后用合唱的方式来唱出这个整曲的这个高点的所在。咱从这个后壁，伊所要念的为第4乐章开始，来看这个歌词伫这所在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堂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天地，这世界属于你，海洋也是你创造的。阮只有存着谦卑的心，到伫主你的面前。你上，你是伟大的上帝，你是赢过一切生命的，只有爱鞠躬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那今日阮真欢喜，会当透过诗歌，门德尔颂所写的诗歌，佮一摆来体会到主你的伟大，以及阮人应该爱做的，也阮着爱亲像伫这诗歌中间所甲阮境界的，阮毋通糊涂，阮毋通，阮着爱听你的话语，也着去行出来。毋望阮今仔所领受的，会成做阮逐人的帮衬。今仔日的敬拜，也成做一个芳芳的祭，得到主你的欢喜。原来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